抖音的影片制作啊，按音乐左下角音乐可以选音乐，按了左边就会听到声音，按配乐，还有很多可以选的了，也要选配乐，按配乐，按配乐，我看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按下去，哦，你看它打勾了，会听声音。你再按一下，它就会加到我的最爱。之前已经加到我的最爱了。按一下，新年好，要按左边的小图，然后再按这右边出现的这个红色打勾的，红色底白色打勾的，你看会加到这个影片里面了。影片配乐是这样加的，可以选音乐的了，还可以特效。移动左边那一条直的光棒，可以特效，你看。爱心呢、那怎么？哦哟，看到爱心了哈，看到爱心了。撒金魂，哦，那撒金魂是这样的，移到这边，撒金魂，移一下，星光，星光，哦，好多种，好多种，好多种效果，你看，这是转场啊，哦，原来还可以转场哦，刚刚是滤镜啊，原来还可以转场哎。怎么转场啊？什么叫圆环呢？按个圆环，按个圆环。什么叫圆环呢？可重复使用。什么叫分屏啊？哦，分这么多屏，还可以分屏，你看。按储存，哦，真的有特效了。最后要给谁看那个要注意啊，不要弄错了。还按字眼，字眼要打字啊，这个影片的主题啊。现在的音乐是新年好，不是中国传统的国语的。按绿色好了，按完成，
字按一下，可以拉到下面呢。你看，这个字可以移动到下面的位置。然后来按那个贴图，按贴图，按表情符号，按表情符号，按这个。你看这个图还可以移到右下角。这个图还可以移到，先把图移动一下。被这个占去了。这个是脸书的 Messenger 的。也在处理呢。花布给谁看要小心哦。可以再跳回去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字先移到上面，按一下，按字母才能够移动了。来这个贴图向右下。这贴图都没有办法向下一拉呢。好，把字的位置弄好。你看，有音乐，有特效，有字，有贴图，按下一步，贴图位置还不是很理想，应该要胡字的右边。注意看哦，谁可以看？可以允许合拍抢镜啊，允许发表评论啊，谁可以观看？公开。谁可以观看这个影片？公开。那好友要怎么？关注任何人。那怎么调整啊？公开，按公开。原来公开都可以看呢，不是只有好友啊。选取封面。选取封面，按活像，按花布，公开影片的按花布。